谈艺术的窗口，评谈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片来赏析，每逢追么戏相逢，书迷朋友大家好。弹词唱腔流派分成共有24种但是其中由女演员所创造的流派唱腔并不是很多，因此呢就更显得珍贵了。情调是深受广大评弹书迷喜爱的曲调，许多的弹词演员也继承学唱。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已故弹词名家朱雪琴以及她创造的情调，并一起来欣赏几首她的代表作品。朱雪琴呢，你私人的是生前后，让生前的基础上向，结合自家的个性，逐步形成的经典。经典的特点呢，是以气势磅礴、酣畅淋漓、明快刚健、声情并茂为特点。说唱辰光，气魄豪迈、操纵自如，塑造了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人物。朱雪琴老师以说珍珠塔最为著名特别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她和郭冰庆拼双档，男女反串搭档，她起的是上手，而郭却起的是下手。这个，但是十分的默契，所以呢赢得了观众，成为书坛上十分成功的一档珍珠塔。如今已经很难见到这样一种形式拼档了对个，可惜呢，让分割期间，郭冰庆后有而死。让上世纪70、80年代，朱雪琴的主要搭档呢是涉台的继承人薛伟军。从这个两个数据来看郭冰庆搭子薛伟军才是其平台家的琵琶歌手，对于伴奏衬托情调的发展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好，我们今天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就是由朱雪琴、陈锡安、薛慧君3人联袂弹唱的《珍珠塔·剑姑》，这是1984年的珍贵资料，一起来欣赏。十里姑娘沈夫人听见方清今朝来，上来到你做官，一门叫啥非得8分钟，连到现在都不大讲，你的鼻子最高我差到那个大事，做你的，这个穷居们我拉扎口杀你，经常就是会喊，为什么3个口香，你才能还有福气做官呢？不要么说，但是我能弄这样子因为他的牌子亲子呀，你别叫么能跟你吃口，跟我拿说的，这个分走过的说客气，让我摆出去拉婚。哎呦，这下没。当初的邻居辰光，让我们就发个誓是不走过，不打自闭堂，不进入姑娘，吃饭别子家，哪有法没空来呢？会组织负责。因为从今我实力之力了，所以吃饭拜这个大事呢，要睡个觉。各张机子打不可不帮。再想，你到底面上你都我也不晓得。本人家说给我听，说来之言不能作证，让我自家去看一看到底那哈。对，注定你的嘛，大致东北吹出2个新花的是你周瑜神像，出手。大自闭堂闭门背门，要进到那门缝缝里向张。最高头的那忙中傲视张了，就说这个东北屋头眼光上眼光，把你一看没看出来着。哎呀，穷居大事高干，做主顾在，夫人非出去吃口头提醒上里。喂，夫人，这小屋头看穷居做主顾在。做主顾在，怎样？你看得出关还做主顾在哇？地拉向吹起下来还张。崔记的方群你是丁心如刚，现在听见东北道里做官的心里带着我说，喂，不办，崔在哪？你们的啥？啊，就讲做子姑子哇。你哪晓得做子姑子家？看得出关？哪看得出家？你看呢？走2步路，的个四方方步，孤跑步步等你来要一样的做子姑子。不对的，不对。你来要做子姑家，孤跑了方步。你上来，你但是要，但是先生不高到对上，天人天将，这个叫不合不为，分走过来。不合不为。不对。谁就是得来个辰光，面孔稀稀瘦，拉黄。你现在看，谁都胖装不完，3个月正肉了不后，辛苦体胖，顺发财发，做子姑子。对个，你个胖妹，名堂的呀，啥名堂？这要鼓励个赞字。呀，鼓励这个赞字啥意思？胖，一直看不来，一直胖。不对，不对讲。看得出个你看，谁就是得来个辰光不对，喝出一点皮带色。今朝忙上去你看，红光眼，紫气腾腾，得发做子姑子。不对个，你是微光
非这这么也来的分子姑。你那到底住的谁不灵个的？我可走过来，走顶着。好嘞，小张子啊，我分出清都是口里在手上的名单家，一个是你走过，一个别家，我听至少你喊。本来我到每天上班都叽里喳啦，弄得我糊里糊涂。你们不要声张，等我自己开来。这么夫人，你自家看吧。你这可不欣赏。我眼睛做个比人都好。我来看。哎呦，神奇的啦！今朝东北的伟大的放晴的确和从前大不相同。可你举止运动一路不怕，不讲别讲。做此姑在，那么得跟我连着了眼睛。我做此姑哪里？啊，说的出去拍马屁，对个。哎呀，妹，为什么死的人的心实在活不够？想想娶这个我的还有的，非了一个神奇长出来的家。总之，但是寓意长得来看了迷惑我，让我上当，个没啥讲不得。不过你福州姑娘会得来个呢？哦，阿为这个男来噶，不要他们偷得我家财，又收不来。痴心的妄想来捉动我身，你到姑们分州想着气人，一下做自家，这招机子不可不防啊！那么加上来放清在，你走之过来，养我能一句话，你不养我要我不来的嘞。你是门在走亲，怎么的？今朝当呀，大堂。别自家养我能是，哼，不对了，想过人家虚想。你们不认命，我不嫁儿子，我认你们养来个贵重两兵。进开送地去，哪怕是那女婿死了岳父个班，莫怪我是小心不义的恶狗娘，我养育你烈烈轰轰哪一上，哪怕兄妹生的是比太平山，我老婚不对们小木人王世王插女吧，地张娘把斗特，没啥大不了，来往太太，是你拉水个，只一当兵出去，丫头们啊，是娘，手把为相，是我出来啊，夫人出来呀！你这可娘。
那小水上出去家，不然吹更多吹出去啊？都等会。不然你？哎呀，你到跑上来，跑杆子出去，没害哇？那还办法？你怎么在私有里向？我这样妹子，通通黑的黑的，黑的嘞。那么过去里头3个对3个，2个对2，装个对装个，3个对3个，一对包子袋子出去。那么出去到头去了黑个，夫人出来早，2旁边一里，第2队再跟出去，搿2个就叫大包上。啊，想吃围着还吃出去，根本没害。区指规则来了让神夫人啊。小人不够这样做啊！要求我屋头统统还是大人工，10不对屋头，门前一对屋头年纪定轻，一个13岁，一个12岁半。昨日啊，还我10头才分汤听了还了。夫人出来还发力气，还夫人吃一家。什么一对屋头年纪定大，一个78岁，一个82岁，自家要跪下来夸赞我夫人出来早。等到一对一对喊出来。夫人出来呀！夫人出来！介绍这个辰光，方群听得蛮清爽。方群等子半日上，我今朝李中山牛坊车上人后，周子姑到此地为少道士当杯，水碰雨动几杯。随时要进来姑娘出奇心开心，来谁三女拿我施礼，今朝我来报仇。现在看见屋头来者，大概姑娘来者，要紧搭上来认者，一看，是屋头。不是姑娘，再一看还是屋头，还一看也是屋头，一看看见最高10不对屋头。哦哟，今朝施礼人神心八地爬上帮我看看。再有慢慢人出来的，身体对了对，对了对，两旁边2个屋头财务之郎出来嘛，话当中一中大刺，要紧上来认责。啊，公某大人。向小子金宝施了一计，这辈已记得了。既要对对对纷纷，御用奏议，花都尽错。狗配之计，名目的背上，举止英勇，大家体通，令人十分寂寞。小子金宝与礼了。嘎子实作，这当分科技。丫头们啊，夫人。我们带了什么收来了？紫薇堂子呀，紫薇堂。紫薇堂是人家内有生气，哪里来这郎有西东东来到站？当时我夫人的去了啊！哎呀，夫人啊，说哥哥你娘夫人这个差。哎呀，我是身大富有啊！不人话，就是谁主要让给他10个5包高子盖放个礼物啊！可我的也是的呀，放清种的了面子上把鼻子割了一在，叫你放割礼。我把你这个吹丫头，就像我家。这样一位惊天动地、黑为之的神风破浪、喜庆阳明，是大娃的杀意，被家子的公子关将，后不早许通报。早许通报了嘛，做夫人的可以执行规矩。事件之怒者，吓得被你们所怒。不知这与他做夫人的送父起兵了啊！哎呀，夫人啊，你那还帮你家，该你们那认得里。咋这样说来嘛？你总算是我那12吧了啊！12嘛12子哇，又说总算个，哎呀老脱了海了，搿只势力嘛，只得已经没那样了海了。谁知我去再说，等些寻上来，现在规矩程序不完了。公某大人，请居中让手，用预备备请请。不该当，是你大贵人一杯啊！哎呦，那等我啊！你要等我是不客气，我要次次来着，所以方请冷笑一声。这个东西要写得就蛮灵光，有什么好写？想我非笑必敌，只想你公某大人。想我后来，相信你西周接到祠堂的事迹，与义宣下来，大为接到阵仗，不能阵仗，贫穷富贵，预备应当下为口亲敬爱。想你公某大人10多年，不到后来老祖宗本让祭扫坟墓，把祖先的遗训放弃得干干净净，令人气不好。
相。我有个我到结棍了还哇？啊，这里面有啥大不了？用法我祖宗的遗训都记出来，那我祖宗来喊板哦。看那几只祖宗把玩出来养我，但你可得夸住啊！你别弄错啊！我是在那客气呀，不是谁不起那个对呀，反而是那个种比较最好的事。谁是你打大水龙好噻，亲自扎体时来当客的嘛，这样谁得起？你也他妈让你看，总不记得你不落到局来，我巴拉拉的嘴起来我是，这次欺负我在。白不白云里，谁不谁云哦？好比谁是老套，结果给你收定。即使你这样讲，周姑娘的大生死你。哟，应调北极的方请真君夫人打上来，不，立刻4个头。罢了，起来啊！什么呢？可知4个头大礼呀，罢了起来。我替2颗头顶多2个头，娘要弄踩起来，那姑娘到底客气个，都有点有过。在山上批开吧，批是清明节上坟，12颗头声音来听说这个，一批开了嘛，心里想个口气，打平我气质，立起来不比一立，一般受了。哦，公公大人守在那里，预备应当是一般的听训。哎，立刻来当法。受了哈派的完，预备都是姑娘高手了，受了么受得踏扑个一个月。这个手想不就要往我的夸住啊？这种强调是口上切发零下来的我，那手做了都还不被说不得切的呀？有规矩有手不有说啊？可2个屋头是这样松入啊，我们来乖摘上吧，丫头送上。夫人，永如啊！咦，送上去呢？你现在做过不做工，你不晓得，你现在死在龙江头呀，送上去啊！小头都子白茶，得让追过来。放钱款送茶来的，送茶来被要监狱了，不能够回来带吃茶啊！结果上姑娘不想，东家也老婚的，那么讲我大事法事不大好听，加上毒蛇药吧。小头一般不认来呀。大大来面孔必白，喂，吃茶呢？说对叫我回啊，春后人不干，我都有点气，再想批开娘的气息吧。现在我别讲表面上是个大事，当多客气的，哎呀，都是这留下了。嘿，不知道啊！哎呀，说他世上的名堂叫春的。哎呦，可想来了，还来真正催人都做瓜，享福了啊！夫爷可么？哎呀，不对哇！放这个比起来好的，4季1笔，2年之隔，好吃不问，天涯几节，好等用功，了以失责，母亲哀喊，不计消息，口肺相逢，眼中莫别，哪里去了？开房亲戚，便颇大吃，吃衣费别，这吃晕哦，令人叹息。这个哪个是姑娘？咦啊！你啥名堂还是讲？马门云大享福了，你享福了嘛？你也点灯听听我的。朱雪琴和徐丽仙2位都是弹词女演员当中的佼佼者，各自创造的情调和力调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今青年演员竞相雪场的佳曲，也深得广大书迷的喜爱。打一个比方哈，我觉得这2种曲调，力调呢要工笔细腻，好比是工笔画，而情调呢是泼墨大写哈，就像写意画一样。我来看这个十分的精辟，比方啊很恰当。那么刚刚呢，你已经拿经典的特点为大家介绍过了。但是呢，一般的来欣赏经典的辰光，不难第一个十分明显的感觉，就是经典的节奏十分的天压强烈。经典呢，往往会得运用节奏来修饰气氛，也能通过节奏来表达感情，塑造形象，感人意境。那么，比方讲，朱守琴里头唱的《张旦拜戏》啊，属于是轻快
压动和电皮的接触，至此呢，才显示出了小女儿的机智特子神奇。说的没错。好，下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朱雪琴和薛慧晶弹唱的妆台报喜片段。海马公啦，山不家，富士的富士来没有咋？家里的女人在西的呀，遇见什么喜事啊？在汉语一笔，这时候呢，气氛真是气氛是。那么蓝里的皮嘴把水呀，气氛心口气氛是，他比那么美丽的云山一大。气氛是，还比那么多些个风筝一起拿。气氛口臭，气氛是，还比那么穷虽在里。杀气氛难得气氛是，还比那昔日风尘一开富士大有啊中去，采得牡丹两朵花嘛花几幅一几心呀，下了彩屏还下深深一。红来西大家人家，特地打红绳来玩玩，咱们阴阳是真不认差。哎，落云的大姑家嘛，是否我踩着头的哇？他的一种月季的贵呀东西。一是个阴茎后一呀，我们时儿相见没相识，面目音容神人个他，口气语音听一听他。曲子来奏，我问一问个他，石头房子真是他，多儿那么相亲动人去相见他。你去看他，神人他。记他，你说他，问问他，问问他，
为人君心不让他要苦问谁去下去我是个真，我是家，不大有总不记他，你不问真与是不公啊！弟弟，快下去为弟这种啊！哎，聚今后需两人是给乡亲弄些绩效人。他也要这样子呀，不用生气，说说花有种这个。谁呀？谁是他呀？文主席是个他，家境养大，打击他，家丁辈欺负他，丫鬟们轻负他，夫人鄙视他，老爷爱惜他，太太当等待他，王本天涯心上他的下嘴里的想念他们便是那彩屏为记他是后来才知想呀吧咱们让你下嘴聪明为猜不出是进口东啊弹词开篇《潇湘夜雨》是朱雪琴的保留节目哈。这首开篇具有浓厚的情调特色的这个情调琵琶的特色。对，确实这个，让这个一首开篇当中呢，朱雪琴用语气声调的节奏，画出了自家的唱腔。呢种明快的节奏里啊，变化出完美来，让恰当的运用停顿，达至声意现场，蕴蓄了深沉的感情。比方讲，你让所唱的《三三幺一》开篇里啊。你运用了许多不同的节奏，来唱出个三一妹妹、好闪闪、平依依、情切切、暗淡淡、情切切、乱汪汪等一连串的形容词。那么这样一表现出多瑞首歌的林黛玉，让当时的至今达至心声。是啊，那其实情调的成功和发展也离不开琵琶的轰云托月哈，特别是郭冰清创造的一套情调伴奏法。所以我们在欣赏《潇湘夜雨》这首开篇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欣赏朱雪琴的情调，那我想另一方面也是在欣赏情调的琵琶伴奏者啊。这个是双方的巧妙合作和高超的技艺，创造了如此独特美妙的艺术效果。一点也不错。那么今天呢，你的变化多，而琵琶功能还很多。松柏青衣，离棍击铁，又是以夸生来，又是以随细刚，还有是以强音托起唱调当中的更强音来，更又是为了琵琶的帮助烘托乐歌，修柔气氛。这样《潇湘夜》里向有句唱腔啊，唱是叫雨打海窗。雨打。这些辰光擦擦雨声，风吹铁马的叮当银铃等等，对于唱腔呢是有一定的帮助。好，下面就让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朱雪琴弹唱的弹词开篇《潇湘夜雨》。
起一句是必杀川。红霞霞，七股蓝给走。
驴到。妃子那冷水水，冷风经过去蒙蒙，一日水头上，送死那平娃娃，平某。好，观众朋友，这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了。下周的同样时间，也就是第11期的名家名篇赏析，我们将为大家播出的是评话名家吴子安专辑。好，下周我们再见。再会。